见过当小三儿，没见过前妻当小三儿的。丁曼姐，做饭呢？哇，今天晚上这么丰盛啊！别动我的菜，我做的饭跟你没关系。好，我不动，我可以自己做。别动我的冰箱。我吃方便面总可以吧？不可以。不吃就不吃。不能喝水。丁曼，你一天不找我事儿，你不舒服是吧？我警告你啊，你不要挑战我底线了。是你在一步一步挑战我的底线。我挑战你什么底线啊？昨晚那事我还没说你呢，你要不是妈妈打电话让我早点回来，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呢。就是发生了什么也跟你没关系。怎么没有关系？我们三个以前在一起生活有多幸福啊，都是因为你出现，这个家才变成这样的。见过当小三儿，没见过前妻当小三儿的。有病！我就是有病，而且病得不轻。大叔，丁曼他欺负我，他不仅不让我吃饭，也不让我自己做饭，冰箱也不让我动，方便面也不让我吃，连水也不让我喝了。不至于吧？哎，是不是因为前2天的事儿啊？如果他还生得气的话，你就赔个不是，不就完了吗？千万别把事态再扩大了，行吗？我不。毛毛呢？你让毛毛接电话。那，毛毛。喂，毛毛，你说你今天晚上想吃什么？麦当劳吧，你可以带我出去吃吗？不可以，今天晚上必须在家吃，你必须点一个又好吃又有技术含量的菜。鱼香肉丝吧。哎，你瞧你那点出息。那北京烤鸭。好，就北京烤鸭，你等着啊。喂，我要订餐。你说说你们2个人今天到底怎么了？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啊，这一顿饭弄得好好的，你说，这中间还弄个这个，还挡上，那你告诉我，我们怎么吃这饭呢？也不知道你们俩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。小佳，要不你先说一下，到底怎么了？我哪知道怎么了？我今天回来好端端的，没招他没惹他的，突然他就不让我吃饭了。你问我他怎么着，我还想问你他怎么着呢。丁曼，我今天早上啊也觉得你不太对，我觉得你情绪好像特别奇怪。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他到底怎么惹的你了？没有任何原因，我就是不想让他吃我的饭，我就是不想让他进我的厨房，我就是不想让他在这儿住。你看到没有？
你看他是不是不讲道理？他是不是欺负我？这不有什么话大家可以说开吗？有什么问题可以说出来，各退一步，何必要搞成现在这个样子呢？你告诉我这顿饭怎么吃？萌萌，你过来。你不是跟小妈妈说你想吃北京烤鸭吗？小妈妈专门给你买的北京烤鸭，快吃吧，不吃该凉了。毛毛，过来，来。大妈妈这做菜专门是为你做的，你要不吃的话，大妈妈会伤心的啊。萌萌，你过来。小布，毛毛，你在这儿，那边去。大妈妈、小妈妈，你们的菜我都想吃。不行，漫天野，你必须吃我的饭。万天野，你今天必须吃我的饭，吃我的，吃我的，必须吃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。你们到底干什么呢？我告诉你们，今天这个饭我们不吃了，谁的菜我也不吃。毛毛走，我们出去吃。你也不吃，他也不吃，不吃拉倒。爸爸，我喜欢吃烩面，可是刚才的北京烤鸭和菠萝虾我也想尝尝。咱不能因为好吃的那丧失原则，对吗？啥是原则？原则就是，让自己好，去伤害到别人。那我吃东西也会伤害到别人吗？这么说吧，你想想啊，如果你吃小佳姐姐做的呢，就会伤害到丁妈阿姨；你吃丁妈阿姨的，那就会伤害到小佳姐姐。所以咱们俩只能选择两个人都不吃。那为什么我们不能选择两个都吃呢？那不两个人全伤害了，傻孩子。那我以后只能吃爸爸做的饭了。哎，那我觉得还是不要这样的好。那爸爸，我们一会儿吃完了去哪儿啊？咱们去爷爷那好吗？哦，去爷爷那儿了。那快吃，吃完咱们过去。宝贝儿，你好像发烧了。没有吧？宝贝儿，你发烧了，你怎么了？我被他们气的。谁呀、小萝莉？珍妮，你知道他给我看什么了吗？他给我看他和万天野在一起的地位，他们俩好浪漫呢。他们又是坐什么过山车，又是糊墙，弄得跟一家子似的，我特别难受。这小丫头，她这不是故意在气你吗？万天也知道这事儿吗？不知道。你为什么不告诉他？我告诉他干什么？我已经很丢脸了，我还告诉他这干什么呀？把电话拿过来。哎呦，不要了，佳妮，我们俩已经离婚了，我再跟他说这些，我不是更丢脸了？哎呦，宝贝儿，都赖我。说当时好好的，我为什么要逼你去什么迎接挑战？多傻呀！其实自己开心，自己身体健健康康是最重要的。我觉得咱们不跟他玩了。不，我要留下，我要继续战斗。这又何苦呢？世界上男人多的是。不，我会赢的，我不会输的。
哭了啊！你瞧他们俩闹的，爸，你说说，你说他们俩都做了饭，我该吃谁的？我谁也吃不了啊。唉，我实在受不了了，实在不行的话，我就搬出去。你有地儿搬吗？我可以搬到咖啡屋去啊。也是啊。如果你搬出去了，那小姑娘她也就没辙了，她也没地方了。爸爸，我不想跟小小妈妈分开。哟，这么远你都听到了？毛毛，我跟你说，万一要搬出去的话呢，这是对天野爸爸好，对你小夏妈妈也是好。哪里好了？问这么多呢，哪里好？你看啊，天野爸爸现在不可能跟小夏妈妈结婚，你看出来没有？爸爸也这么说。对吧？所以说，如果小夏妈妈搬出去自己住，她就有她自己的生活了。那么将来再碰到一个她爱的人，他们就可以组织家庭了。那再以后呢？天野爸爸跟丁曼阿姨，再加上你小夏妈妈跟她的爱人，哟呵，这加起来你有俩爸爸俩妈妈，你看多划算！明白我意思没有？行了，毛毛，我是自己的，大人说话别插嘴。哎，我跟你讲啊，小子，丁曼为你留下来，为你租房子，还投资饭店。为你做了这么多事情，你要珍惜人家这份心。不管你将来做什么决定，能碰到这样的女人，这是你的福气，你知道吧？我明白。还有你担心那个问题，我也帮你问过了。丁曼说他不在乎有没有孩子，他也很喜欢毛毛，但是他提醒我们一下。万一将来毛毛的亲生母亲来要孩子了，会不会有矛盾呢？爸，你别忘了，现在毛毛是我万天野的儿子，谁要都没有用，不可能的。你这，是，我知道你跟这孩子感情越来越深，但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？天下哪有不可能的事情？人家是亲生骨肉。好了。我先不说这个，你能不能明确的回答我，你到底要不要跟丁曼复婚？我不是没想过，算了吧，以后再说吧。又再说，我没逼你的意思啊。你看我现在状态，而且呢。说实话，我正害怕再离一次婚。是啊，我也跟丁曼这么说的。哎，反正等你想清楚了，你告诉我。爸，我发觉你变了，变了好多。有吗？